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呢個節目，今晡日個節目係讓大家咧想個當有意思個作品吼，做啲講係文創個作品啊，當有設計性個作品哦，嚇唔單止做啲認識到作品，還做啲認識幾多個人生故事，係乜個作品有乜個人生故事咧？大家咧分享呢幾個來賓，介紹呢個從商設計工作室個創辦人吼，劉從容分享。大家好，我是劉從容，有一點點害羞的感覺，是不是？剛剛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偷看了我一眼，是不是？因為沒有遇過那種熒幕的。哦，佢係從容係呢個了解工作室嘅創辦人哦。咁看到佢提細來吼，做當多個設計嘅作品哦。咁係講訪問佢嘅時候就害羞的臉，對不對？對。好，今日咧分享呢兩個來賓哦，從容係佢個做啲講係創辦人之一個係呢個張景瑜。歡迎。大家好，我是張景瑜。歡迎。所以兩位其實都是創想設計工作室的創辦人或是合夥人，對不對？好，所以今天一起來也要介紹很多不一樣的作品給大家認識哈。是。對，好，先放輕鬆。我要深呼吸一下。很可愛哦，其實從容很可愛哦，其實從容其實。有非常多的作品，然後其實也很多的人生閱歷也很豐富哈。不過今晡日講到一道天時千了解到天時千改向前面的少改幾改作品，就變得比較好微秀哦，好可愛哈，就突然變得很害羞這樣。真的。不過哈，在介紹作品之前，先來看，你們今天兩個都穿得好好看哦。這是他設計的，我合夥人設計。對不對？我自己的，我們現在把它當成員工服在穿了。是，你們兩個也太動作太一致了吧？才講到這兩個就好像敞開心胸。對，所以這裡面的 T 恤是自己設計的。對。對，外面的衣服也是。所以你這件格子裝也是自己設計的。對，是他的作品。哦，那你這件呢？就將自己的插畫結合在那個襯衫上面。好好看哦！有賣嗎？有的，有拿係麼？佢都係工作室，其實係讀新竹，對不對？對，新竹哈，景瑜對不起，先講從容哈，從容不是客家人，對，可是躺的是客家味。一點點哈，為什麼？因為我剛剛講新竹的時候，講到新竹有一點點新竹的客家腔，因為從容說你雖然客家話聽懂一點點，可是講國語已經也會不小心講出新竹這一種。對哈，聽眾親朋友哈，佢兩個人上服做嘅都是都係見到自家設計的衣服哈，哇，很有設計感呢，哦，都是他的厲害，他的功勞。是，你們兩個不用互相這樣啊。沒辦法，我要領他年終，我要講好話。等一個好，我們先一樣一樣作品來介紹好了。其實在這邊有一個很醒目的作品哈，就是在景瑜旁邊這把傘。你今天突然把這個傘打開來，在這攝影棚的時候，我有嚇一跳哎，我想說怎麼會突然帶了一把傘來這樣子？所以這是你們的作品。對，因為剛好我前陣子在辦插畫展嘛，那我們的概念就是想說傘呢，很多在台灣大家都覺得說傘啊、扇子啊代表的不好，因為要散開。對，但是我們覺得要把，我覺得常在跟大家做分享、做課程聊天的時候，我說台灣人最喜歡自己嚇自己。明明是好東西，下雨我們要撐傘，天氣熱我們要扇風，那我們用概念轉換一下，用正向的想法，它就散布歡樂。應該那時候算是在罵客人。也沒有，所以你們就覺得其實傘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我們要打破那個迷思。對。哦，所以上面那些圖案都誰設計的？我的插畫，對，他幫我做後製。是。對，他最主要那個時候就是把各個，因為他每一個角色都有他的一個概念跟想法。哦，真的嗎？比如說，像他的小太陽好了，那小太陽的話，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正面的面對所有事情，對，那他把這些角色創作出來之後，然後我這邊我是負責幫他就是後製到各個產品上面去。對，好棒哦，還好有他，還好有他，對，我知道你們兩個相依為命。對，因為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作品，其實作品非常非常多。其實像現場這個，像這個是紙膠帶，對不對？對。哈，裡面有很多這樣子的小東西，應該很受年輕人喜愛哈。
对，小女生她们，小女生很喜欢，看到这个都会疯狂，疯狂是不是？对。那这个呢？这个也是对不对？对，它是一个招财福袋。招财福袋，哎呦。哇，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哎，招财福袋，它上面有图案有故事啊。因为我本来想说铅笔盒，招财福袋，果真那个等级就提升了，所以这是招财福袋。对，呵呵，你介绍完了吗？就这样而已，没有。可以讲那个图案的故事。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说台大用镜朋友走在看到这个招财福袋，其实非常的漂亮，而且颜色很好看。其实这个图腾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是不是 ？Yes。然后像各位观众啊，大家只要注意看啊，它如果正面看的话，它是大象的图腾。对，正面。对。正面是就是看起来很像大象。对。对，然后旁边有一个是反面过来看的，它里面是有一条鱼。是。然后大象在我们东方啊，代表圆满福气。是。那鱼是代表年年有余，所以它象征吉祥如意、吉祥如意的意思。是我手指指的这一个，其实看起来就是大象。对。这个是一只象嘛，对不对？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象腿，对不对？哎，我讲错，不能骂我哈。这个是背面，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大象的头，所以你说象征着吉祥如意、吉祥如意、修一哈，取它谐音。对。对，它的反面的话就变鱼了。是。好，那鱼的话，其实观众朋友有没有用镜片有看到吗？其实鱼的头就在这边，对不对？鱼的头。对。对，然后其实又是年年有余这样的意思，所以你们就用这样的故事跟图腾做了招财福袋。是。哎，真的要这样解释哎，你解释完毕之后，我真的觉得这是招财福袋哎，感觉上应该赶快买一个，对不对？因为又可以吉祥如意。又可以年年有余。其实我觉得你们设计的东西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们常常在图腾上面做了很多的故事。是。对，比如说像这个，你是不是也要特别来讲一下？哦，这个图案其实正看它是太阳，然后太阳下面它是有星星，那我们把它颠倒过来看呢？颠倒是不是？好，那我要很小心来转喽。对，如果要颠倒过来看的话，那月亮它藏在它里头。哦，对，那颠倒过来是什么？月亮。是月亮。对啊，当初的设计概念啊是，就因为身边周遭很多朋友，不管是遇到心情比较低潮的，或者是说家庭啊，或者家里或者一些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抱怨嘛。那我就常会跟他们讲说，不管好或不好，日子还是要过啊。是。对啊，然后我在想说日子，那我就想到日月星辰。那日月星辰就是让我概念就是代表希望的意思，不管坏的日子早晚也会过去。是。对，就会影响新的未来。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心中很光明哈。真的，你看都变这样了。他很正向。当时为什么会成立创想设计工作室，也是有故事的，对不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其实是他在摆路边摊，对，大概10年前吧，然后我们就认识了。那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开始慢慢累积自己的作品，那才想说可以去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那我们可以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些所长。是。对，然后就结合他的插画，那我本身是念设计的，那把2个串联起来。可是我怎么听到你刚讲是因为走投无路？哎呀妈呢！没有，你不要这样子。我们人生的故事，我们就是要跟用镜票的不一样004来故事，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呢。你看看你走投无路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不一样了，是，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可以发挥自己的理想，又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对不对？而且刚才景瑜这边也讲到了嘛，其实当时也是因为那时候认识的时候，你还在小摊子卖，对，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其实人生有很多的经历，是，对，一开始就学这一科，一开始应该是说，对了，我是学这一科，但是我退伍的第一份工作我不是做这个工作，是，我是做环保器材工作，跟这完全没关系，那环保器材是一般就是我们每天都得要经过，就是柏油路，我以前是在做柏油路的工作，然后。家庭环境啦，就会变成说你不得不你就要去做这个工作，然后会有把一些过程累积，然后在我刚摆摊的时候认识他，我觉得他还蛮有才情的，而且蛮谦逊的，然后我们就慢慢聊好，我们才成立这个工作室。我们互相捡到对方。是我们兄弟朋友俩走在口头一种相片哦，是你一开始在工作的这个照片，你这个我要如何认出这个是你？对我啊，对不对？那时候你工作每天都这样黑黑的。这接业绩、接订单的啦，然后1个月大概有3到4次啊，跑台湾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花莲、台东、高雄都要去跑。是，所以也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这里介绍自己设计的作品。
那时候是在还钱，因为我从小环境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为什么从屏东、高雄、台北，现在到新竹？因为我从小我的父亲在我国小5年级就过世了，然后我的生母生完我，他就跑掉。其实我是人家所谓的小三的小孩子嘛。那从小就跟着大妈，跟着爸爸。我国小3年级的时候，我还要帮我大妈洗澡，她有帕金森氏症，要帮她换尿片。然后爸爸过世了，你就跟着大妈。大妈一个人，她有帕金森氏症，她也没办法工作啊。然后我们就跟同父异母的哥哥嫂嫂他们一起住嘛。然后国中毕业，你也没钱继续读书了。是台北姐夫，因为我姐夫在台北是开餐厅的。他就跟我姐讲说，你弟啊，如果一辈子在屏东、高雄哦。台语呢 ，Q 嘎啊，对啊，就没用啊。之后我才来到台北，然后读书要钱啊，都跟他借钱啊，读书啊。然后退伍后第一份工作就来竹东，那时候还不知道新竹有竹东这个地方，很土啦，就知道因为住台北住久了，然后来到竹东就开始做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环保器材的。那时候还不错赚哦，一个我这种学徒5到6千。一个晚上，师傅挤了一个晚上大概12000到16000。哦，那其实蛮多钱的耶，对，很多。一个晚上虽然很辛苦，对不对？对。哦。然后就是还那个些学贷，慢慢还完之后，3年多才出来摆路边摊。是，可是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不相同。其实，那相信空天喜改东东兄亲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故事。是。对，只是有没有跟人家分享。是。对，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路径。可是走到今天，我觉得过去的每一步路，我觉得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一定那些路不会白走。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过去的经历，也许会造就现在不一样的你坐在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工作室，或是不同的发挥来跟大家分享。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所以你看那时候听说你那时候在做那样的工作的时候，老板还请你设计名片哦。对。有这样的事情，你好像在演电影哦，对不对？是不是有那时候有设计名片？我被我老板退了，都印好了，一次名片要印1000张。第一次印，我们是用学校所学的嘛，那字的大小或什么的，结果老板拿回来看一看，他说你读设计啊，你怎么会这样设计啊？我说这在学校不就这样？我心里的 OS 就这样，但是他跟我讲，你忽略掉一个东西叫市场，你的客群都是那种阿爸。阿梅，那他的丝要靠胎耶，对不对？对，好抬哦。字那么小，他是看得到是吗？然后好，他那个1000张他就不要了。之后我再重做，所以说我也是觉得说够了，应该字型够了，结果他还是不要。那我老板他给我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其实他对我很好。然后连我在那份工作离职，他还送我一台车。很少有这种老板，所以也算贵人了。贵人，也算贵人。其实了解后生人的有一家工作室，因为生命经历非常的丰富，今日大家当多个作品，当多个故事，让大家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上来。今晡日到访现在绕墙的了解，你讲后生人年轻人还很年轻，来少介几道介当到几家设计介作品哈，而且能够千亿团介节目地图哈，本来好好的讲作品才谈到这个不一样的人生故事哈，对不对？设计名片，虽然后来被退了，可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不对？因为设计不就是这样吗？没有第一次的作品就大家说哇100分完美，不会这样吧？慢慢累积起来的，对不对？慢慢累积起来的哈。不过今天哈，乡亲朋友，基本一款提醒，我们要来送小礼物哈。对，就会俩黑俺手中的你讲明信片，对不对？这每一张图都是阿里山部落的它的象征物，是每一张图都是对不对？像这一张是它的，是达邦。其实阿里山有8个部落，它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象征物啊。像我们明信片上面不是有一句话吗？是那句话叫 I will you。哈哈，就是代表感恩惜福的意思。请问那是什么语言？邹族是阿里山是邹族。你突然那么流利的念出来是，所以像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的图案像都有它不同的象征。这是莱吉部落，莱吉部落又叫做山猪部落。我当初为什么会有帮部落去做这个做这个设计，是其实有一个因缘呐。因为当初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有贩售自己自创品牌的衣服嘛，对，然后衣服当然有库存，
有最小件跟最大件的。之后我们就想一想，刚好有一次的情伤，然后让我去阿里山一趟，住了一阵。你人生很挫折，你因为有一次人生的情伤，你就去了阿里山那边疗伤，是吗？对，然后我的好朋友他是在世界展望协会工作嘛，他就说那我摩托车借你，你自己去阿里山玩，去逛，我就一个摩托车就骑。以前对阿里山的印象就只有日出小火车，然后咖啡、茶叶、云海。那其实，在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美景啊。刚好那时候88风灾之后重创那个达邦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想要复苏他们自己部落的文化。那我想，他说那你是做设计，那你要不要帮我们做这一款设计？然后我就把他们部落的概念去做设计，把它每一个象征物，然后做成它的一个明信片贩售给一些观光客。所以也是因缘际会，对不对？哈，所以兄弟朋友哈，我们今天要来送礼物，对不对？请问一下，我们的创办人准备多少份？你像是就是这样算一份吗？还是对？这样算一份，对，所以已经特别带了10份，好，基本上特别带了10份了，送给你给乡亲朋友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明信片，我拿在手中哈，其实它是很有质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这是每一个不同故事的创作，对不对？在阿里山的一个代表，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大家明信片给后背丢下不一样的文字在后面哦。有时候其实你可以跟我送份朋友，或是自己做留念，都很有意思。不过我们是不是要来出个题目？对不对？那我们这个题目是不是就得请你家乡亲朋友来到福气来咧个免数，就得留下一啲题目嘅答案，你是就得得到基本上特别为乡亲朋友准备嘅明信片，对不对？好啦，我来出题好了啦。谢谢。其实当今大家是啲了日头嘅明信片係你家创办人从容去到哪里？哪一篇留下的故事，以及为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个设计，这样就可以了嘛？好，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对不对？还去到那里疗伤，对。不过这就是你讲明信片，其实天不给带了引内的东都改作品到台湾分享，不过连明信片送分台盖。不过说到这里哈，其实大家会觉得说，一个这样的小孩是一个南部小孩，好，他到了台北来打拼哈，可是事实上又到了阿里山，对不对哈？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可是呢，你又住在竹东，是很迁徙呢，这不就我们客家人的迁徙吗？而且竹东动到哈港应该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接触客家人，对不对？好，所以而且不只是做作品，听说这边有一系列的作品，本来是希望可以将这样的彩绘结合客家俗谚黑猫，是有哈，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刚好因缘际会，我就是住竹东也住了快10年嘛，然后我的好朋友的爸妈他们是在市场里面工作，然后再跟他们聊天聊一聊，他就说你都经常跑阿里山，你帮阿里山在做设计，为什么不要帮我们这边也做设计？对啊，然后我说想好像也是，是啊，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合伙人在聊，我说大家都用客家画布，但是那时候概念觉得客家画布也不能说代表所有客家的精神，不可以说是全部，是对，因为其实不一样，对。然后我们聊完之后，其实我们觉得说一个文化传承，是从语言、文字、地方戏曲才串成一个文化，没错，而不是只是一个表象。然后我们是自己是画插画的嘛，对，就像前阵子有一个执行长他教我了，他教我什么？木让水点点准哦，嘿，木让水点点滴，嘿，毛还是对，你不能突然考我，我也怕我不会。对，就所谓的就上梁不正下梁歪嘛，那代表说客家谚语一定有它的文化背景在，那为什么大家都只会用中文去我们所谓的国语嘛，去做宣传？难道不能用插画结合谚语去做推广吗？那所有的概念，我们才想要去做这一块的推广。所以你是先找到了一个客家俗谚，是，然后为那一句客家俗谚晒给一众改突，对，然后你就想说，又可以让小朋友好信，对，然后小朋友看到那样的图案之后是可以彩绘，对，然后彩绘的时候又可以学美学，然后又可以学到你改哈嘎俗谚语，对不对？请会吗？我客家话比较没那么厉害。有学过任何一个那个客家俗谚吗？
我只会讲色翻模。哎，讲得很好，务实一点，务实。务实。其实今天景瑜有带3张图哦，我刚好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图真的画得很可爱。那个图里面我知道有跟粽子有关的那个图，是对，然后那个图你画了一张很漂亮的彩绘，但是事实上那个彩绘的图上面就有一句俗谚语哈，乡亲朋友俩下子走的看到俩种图哦，大家走的看俩种图，当天是像芒食5日种乌坡木日梦。对，这个也是你设计的，对不对？对，嗯哼，所以你就可以画到，你看有小朋友，然后还有很多的种儿读该篇，所以原本是没有颜色，小朋友就可以学。对，然后又可以学上面那句话。那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芒食5日种，乌坡木日梦。就是还没到端午节的时候，还没把粽子是你的那个厚棉袄不要收到我那个柜子里面。对，景瑜会了吗？有，他有跟我讲过，但是我刚刚他提醒我才想起来。哎呀，不错，对不对？好，你看，这其实是老祖先的智慧，对不对？就是很简单嘛，这真的是他们生活经验的累积。芒食5日种，乌坡木日梦。对，这是其中一个作品，对不对？还有其他的作品。对，比如说聊片记的汉语中，比如说人争气，火争燃。对，佛尽燃，阴尽喜，对不对？好像这个连下台家的孔头，像台家所谓孔头连下图吧也是从容设计的，好可爱哦。对，所以你心里有个赤子之心，对不对？有小女孩，小女孩。对，所以聊下给也是人争气，火争烟，所以这个俗谚也是就代表。就客家的精神，不管在任何环境，再恶劣，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格还有本质，要去发挥，而不要说在任何恶劣的环境只会把自己自怨自艾这样。哎，你这样子为了做这一系列，你俗谚语学很多哈。有一小段，但是音都不准。是，朋友都说叫我音痴。好，这边还有一种走的绕台高的不影响哈。9月9日种韭菜，9月9日种韭菜，2年9青韭葱，对不对？哎，景瑜听得懂吗？听不懂就是9月9日种韭菜韭菜，2年9青2人交情。韭葱，对，因为它有时候也是取的是客语的谐音，有没有？韭菜，韭葱，韭菜。久长，所以台高利亚款头的也是很可爱的插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系列你推出的那一种我们说童谚童语，就是小朋友俗谚语跟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的绘画哈。而且在绘画的时候会有记忆性的，大家会看图片去背，而不是死背。因为我们上课就是老师教一句。你学一句，教一句学一句，但是你在画的时候，你会有影像、有图片，你会深刻的记得这一句话。所以这也是图片记忆法。对，走这样讲哈。所以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你这个回去赶快先教景瑜，好，景瑜学会，我想很多人都学会了。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你在做动聊家提凤，你们是不是有个什么3D 绘画的？是，对不对？对，在竹东的动漫园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在前置大概花了2周的左右。然后再讨论我们的图稿要怎么样创作。那因为当地是算客家重镇，那我们也会希望可以融入一些当地的特色，对，然后去做这个彩绘。哇哦，两下台家走的款头，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片的彩绘耶。对，它高大概3米，那宽的话要9米。是，这个彩绘都是你们自己亲手？是，对，每一笔，因为有时候你是做设计，但是这每一笔都自己画吗？是他的手，你们2个真的是互相捡到哦，然后2个人可以搭配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出自于你的手，但是出自于你的概念，对，所以2个人就可以互相一起完成。当然好可爱，有可能2个已经凑斗该片这样的一个3D 彩绘，所以当地居民回应怎么样？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竹东早就该要有的。哦，你看看你，为什么？你在竹东住多久？因为他们这么晚，他说要有一个东西有亮点，人家才会在我们竹东曝光。是，对，他们在地的有些好朋友他说，这个东西如果有了，相对有些观光客他会知道说我们竹东在哪里，竹东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地方。竹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哈。竹东其实因为它被山包围。对不对？竹东洞斗山，所以竹东很奇怪，感觉上进到那个里面之后，好像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
你讲水中头，可事实上它其实是很美的，它很有它自己非常浓厚，对，世外桃源，它有自己非常浓厚的特殊的人文气息。可是，一般人大家袂知道，我也信足疗，我也推重疗，都是好像讲我要去主动疗，对，不过希望讲乡亲朋友还每周都去主动好好聊聊，因为至少改变聊下有叫3D 彩绘墙，可以去看看那种氛围是什么，对不对？哈，乡亲朋友还有动动改故事，然后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来？乡亲朋友，大家看到个短片哦，哇，係咩事都都有意思。其實咧係一隻劇團的性做嘅表演，我哋短片啦，記得有買關係，大家有看到嗎？它是一個結合很多後製特效的一個演出，對，然後它投在那個老屋上面，很多的聲光效果，而且很好重要嘅，大家有發現嗎？上面有好多的圖畫，誰畫的？好棒哦！对，所以那都是你的创作，要不要分享一下？当初会跟新竹好玩的剧团以及那个3D 光雕师会做串联合作，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概念，那好玩的剧团的团长他就开始说，他想要说把剧团变得比较不一样，而不是比较像一般人家想象的制式的表演，然后他们刚好有跟一个3D 的光雕师，我以前对光雕也不懂。我们只是画平面的做设计，那大家对平面的设计的地方画插画，画在墙壁上，画个3D，或者是画在纸上。然后那时候聊一聊说，好，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它主要还有一个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好玩的剧团他们想要帮忙，他们那边大湖国小在新竹，他整个学校加起来才60个人哦，师生很少很少，而他想要帮偏远的一些学校。让他们不见得说一定要到都会区才能看到表演。那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大家怎么去做串联，去做合作，然后才去把它建起来，来做这个剧团的表演。然后我那时候他们也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空间呐，就一个主题定出来。是。那他说，那内容物就由我这边至于看怎么去构图，给他角色啊或故事啊，大家就是一起共享盛举。那个过程比较辛苦的部分，是因为他那时候在画，我都在旁边看。就他所有场景画完之后，他每一个角色的物件都还要再重新画一遍。什么意思？因为光雕师他要让角色可以生动的在那边表演，没错。所以，但是如果说你画一张图，它基本上可能你今天画的是动物的侧面，它就只有侧面在那边，它没有办法转向，像画漫画一样，是这个意思。对，它的场景跟物件是要分开来的。对，那个时候折腾蛮久的。真的，我发现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合作开一个工作室，真的彼此互相了解耶，而且非常非常的认识对方的优缺点跟很多的细节，可以这么说吗？他比较包容我，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对，因为事实上我就会很好奇嘛。比如一开始，你看刚刚一开始前面看到改相片，你走谁主导？贵张你还要舞，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你会就是真的跟绘画做一个这样的结合的机缘？
哦，那时候应该是我出来摆路边摊的时候，刚开始去五分埔批衣服来卖啊。对。然后之后，不管你怎么批，你还是拼不过真的女生在卖衣服。因为女生真的很会卖衣服，因为她很懂女生。而且那时候我刚开始做衣服的时候，亏啊，亏了200多件衣服，因为女生的衣服要很讲究什么袖子。肩线、袖长、腰身，对，我们都用男生的角度去思考。是。然后那时候亏了一堆，然后我也跟我台北这个好朋友在聊，他说你衣服怎么办？我说我送给屏东啊，88风塞我就送掉。他说钱呢？我说我的概念是那一种东西不用就叫垃圾，要物尽其用。是，没有用就没有价值。我送了送到南部，让他吸地板的水，我也觉得值得，开心。至少它物尽其用，不然我每天我仓库打开，衣服都囤在那边嘛。然后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在想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好，继续做这个。然后想一想，好，就继续，就跟着下去做嘛，做这一块，然后慢慢的，就他帮忙。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去用比较完整一点。是，所以你们也算彼此的贵人可以这么说吗？对，就是互相扶持。哈哈。那以后我们就互相推出去晒太阳。我觉得这很重要，好不好？你细汉度水妹又改好朋友袂同你改身边咯，用朋友度水妹都无简单改事情哈。所以其实现在在工作室里面，大部分景瑜都是负责比较设计的工作嘛，对，然后跟后置，对不对？对。然后从容夏这边就是跑外面比较跑外面，所以一个是主外，一个是主内，两个人在合作上有没有很难沟通的地方？有吗？还是会遇到可能我们想法比较冲突的地方。对。但是起码好就是好在我们都愿意提出来，然后跟对方讨论。对。那有的时候可能就像前几天朋友才说啊，我们怎么讲话好像讲得很凶啊，然后好像有火气。像看起来完全不会耶。我比较凶。所以我才说他比较包容。其实我比较凶，是因为我凶不过他，我不敢凶。对，所以就沟通，如果什么样问题就直接讲出来，直接就大声的讲出来，会比较婉转，那加一点语气，然后上扬，比较婉转，再加点语气，是不是？是。OK， 用语气去带强调，对，去阐述这事情的严重性。是，那你以后还愿意陪他到老，然后一起互相这样，也代表真的有情有义耶。对，我们在看谁先坐轮椅。所以这就是你目前这样的一个磨合，对不对？因为这么多年了，是，对不对？因为创想工作室到现在很多年嘞。对，从2011一直到现在，对，10几年了。6年多6年，2011不是2011到现在也6年多了。可是现在除了在那边工作室，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对，因为你们现在那边除了有店之外，其实你们现在也在外面合作不同的 case， 对不对？不同的案子，对，是不是？因为像我们也会跟一些不同业界的人去参与他们的设计。好好。对，那甚至不仅仅是平面的东西，像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衣服，那他们有一些制服的规划也会交给我们。对，那现在我们就是在一个购物广场也有自己的一个门市，那未来会希望说我们可以把商品慢慢推到各个可能在做文创，你说百货也好，甚至小的店家也好，是，那我们会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慢慢被人家看到。对，你们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理念是什么？核心哦，你怎么这么诧异？就是希望不同的创意给大家看见了。对，而且我希望说用最在地本土的东西，给人家看到。在地本土的东西，对，就是就像他我今天穿这个，对，他当初设计这个概念，大家如果看得出来，应该知道他符号，对。他的那时候概念是因为他带着他女朋友参加好朋友婚礼，对，他觉得2个人在一起应该与祝福，所以用中文的喜字去做结合设计，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喜字，然后又红红的，然后很有喜气，对，然后男生女生，对不对？因为像前阵子有朋友跟我在聊，他说你们是做文创的，我说文创这种东西太广泛了，对，到底什么是文创？对，就是我自己设计。对不对？我早上我是一个做设计人，我醒来我画了一个作品，我就说这是文创商品。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是没有文创是要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故事，去做一个设计的包装，而不是说我今天画了一个插画或什么，我说那个叫创文，创造新的文化而已。是，对，就像邓丽君的歌，为什么到现在
他已经过世那么久，还有人在传唱，它叫经典。那只要有现在比较流行，比如说谁比较流行，比如阿妹啊，唱她的歌，阿妹她有她的诠释方式，她把经典诠释了，这叫做文创。是。那你知道过了现在流行的歌手，你再过了5年10年，你可以试试看有谁在唱她的歌。对，说到这边哈，你看，公道暗后堂哈，再提醒大家一次哈，你看说的这么棒的这种核心价值的人做出来的明信片哦，再给听起来你给乡亲朋友根本要收明信片，你有准备10份哦，哇，很大方哎哈，10份。题目呢，对你复习类那个免速地图就提问哦，就这里是在哪里的，去什么地方的一个创作，答案呢写进去呢，我们就会送给乡亲朋友，这是再一次的提醒哈，这个怕等一下大家忘记，对不对哈？不过就像回到刚才这边讲的，就是没有错哈，从容讲就是其实文创商品一定要跟在地结合，而且它一定要有它在地的文化改背景，对，也还可以文化改故事，是，用实就意思的黑猫，你不要讲文创，你就说我设计一个东西，对，对不对？而且文创还是有它的初始，对不对？它最原始的那个起头的那个概念，核心价值，而不是说只是看了国外，像我们去学校上课，很多学生都说国外的东西最好，其实他一直忽略掉，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很美很棒，他不只是不懂去珍惜，好好去运用，真的。所以今日绕墙斗从容绕理解景宇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其实讲的係幾多個人生故事，講嘅就係幾多文創嘅作品。最重要嘅是希望工作得做安勇感一個空間，讓大家來分享。所以大家其實有夢還是要去追，是，對不對？哈，其實就像最後讓大家講過，他還得了什麼青創獎，對，對不對？哈，這就是很值得大家当成一个标杆来往前追寻。我在这边哈，希望讲2位的这个合作可以长长久久。拜托他，所以我们去轮椅还会有吃韭菜，长长久久。对，像9月撞韭菜哈，高青冲冲啾啾，哈，要好你给他尬锣鼓烟雨哦，真的有机会常来介绍大家你们的作品好不好？好，谢谢。是梦一代哦，哈，好，天天好嘞，天天应该认同线上在走认同了。